天念站地地。今年移民一个表演啊，就看安尼啦。嘿呀，还是差嘛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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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来，是茶，辛苦了啊！来，挑到汗好看咯。看人家呀，双双对对呀，真经迄啊，自先言用哦，不先贤呐。哎呦，妹，不纯呐，你也有办法好言谈的咯。那个两个妹啊，俺都说嘞，忙家啦。哎呦，今日天爷妹里年的安家，没啥子相巧。
给无做安尼啊？西个先来家，太爷慢慢的打算。如果你有讲啊，做爱家在红事家来做咧。做唔得，做唔得。风发一路抢出莫去途，爱我迄个终身太师爱照顾，别太个莫打算，世界本本受苦突出，爱个世龙还唔知在何处，命给2000金命明年，困有难当，天将天当给夜光。给来也命天条，混你做谁人？生生世世地久天长。做唔得，俗话讲壮有时，阿姊怪成家长合体，见天下嘅有情男，家家生见笑。梦万梦，娘头家一百岁喜宴。不准放吼，阿爸来做人咧。俺那牙口都啊，穷生都太考试都天命哦，资质优秀，人品又等咋？嘿呀，爱好给天路工厂，工作的金板板，就是有认真。哎呀，我的好情意，给是老实，温和平顺，下班就做我卡当安分。不错呐，呀你也的，老阿口很清淡，对耶。来看呐，你先做你的天路欣赏好嚟啦。好啊，没问题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刘家丽月如此美丽。我也是因君多情，无人能比。做人要诚意，情长得意，一出精彩的爱情歌舞剧，当然是帅哥美女才可以，当然是帅哥美女才可以呀！刘贝贝啊，我要爱老林嘅做朋友啊。唔生意啊，你唔係行到嘅讀太好咩？你比我林嘅細啱多些呢。要把cái上端啊，成功唔係體力，體重唔係壓力，隨時啊唔係問題啦。cái mai roi phải ngài mà bồi mẹ bốc trở nè hàng giả không có lão đi nghe chết đẹp thế là ngày khác hổ cả 做唔得做唔得，太嘅呢段啊性格，天嘅呢嘅爭咗你㗎。mẹ á không Ôi, mẹ chuẩn chết chết không chết có chết pháp chết ya chết đi chết cái chết gì cái hổ ấy à chủ yếu là cái hổ à吴传义，又嘿啊！我一年多怎么样的啊？老妹做的嘛？爸，娘呢？娘恁这你没带来呢？李云记啊，你放心啦，总爱有你猜啊，人留下来的啊，就会山东演演戏耶。你可点的啦，回家出奶啦，我讲。以前阿爸，你怎么一年多就像我老外都两才嫁出去啦？来，李杰，茶。一个个粉面油
嘿哦，那所有的生来全部都骂到了，那都生来也什么个东西？哎呦，你们不要笑哦，哎，他是在骂你们呢。不纯啊，过来，哎呦，妹，你以前养不要，呀哈你也摸一下养。阿弟，阿弟，现在我假啦，几行啊，几行啊。哟，跟讲的啦，哎，来咯。哦，阿爸，娘喂，太恶嘛！有命嘅车查某，嘿啊，难怪哦，刚出去。哎呀，那你个臭你啦！手安样样，啊，走夹夹落去加出去啦！哦，你对嘛？对嘛？天天秀，看用白样，所以夹夹落去加出去啦！爱看阿叫啥啊？用牌讲诶，我要你耶啦！命嘅车查某，难怪刚出去，才去传来西来的故东西。这就是个社会人士才唔地天老地，他永远会把我们都踩在脚底。老地跟嘎子，老地跟嘎子，老地跟嘎子，老地跟嘎子。平时在太破啦，心中喊做的，一同苦一家庭一定爱老地嘎子。也免问起，家在西来的地内里。好啦，来今天呢，该马上很好买礼券啊，来财神的一班啊，出本去啦！老地跟嘎子，老地跟嘎子，你谁来地？你谁来地？有嘞，冲劲之下没有用。哎，福存啊，就就喺度举办一场公开的小钱台币，你看要未啊？好办法！从公开秀亲情，有时来征服台湾吗？让你从公开秀亲情，有时来征服台湾。老李军家出去，爱嘅财神一般做高中，参加嘅人可能意多，也可能意少，参加嘅人可能意少，也可能意多。唔知要盼盼老李军家出去，哎呦！加出去，加出去，愛老李軍加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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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老李軍加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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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老李軍加出去，加出去，加出去，老李軍加出去，老李軍加出去，誰來聽？誰來聽？
当然嘛有，你是 VIP 呢。来，这边。哦，好，加了。看你是要扣啦，是要加米？哎，妹，这样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好无聊，都找不到人跟我对打。看看今天谁在线上。哎，有了，猪发白有诚意。好，打！嘿，啊！哎，怎么这么高啊？像我那个麻辣小吃哎，优质的菜鸟，就像教过那个笨高中生一样，一个人水，开跑，给你死了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先溜为妙。哎，怎么才上线就下线？训，是的。哎，钟老师，哎，老师好。好你个吴成义，你也在这儿？是啊，老师我在这边玩天了。那你嘞？一样，天二，我在整理宝物，练功顺便赚钱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遇到一个怪客啊，分数超高的，我看打不过啊，就只好先下线。太逊了，我刚也遇到一个菜鸟，打不过我就下线落跑。不会吧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不会这么巧吧？难道就是你啊？老师你的代号是什么？钟发白，你不会就是那个有诚意吧？老师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那个有诚意啦。太逊了，你根本就是无诚意。老师你的段数太高了，根本就打不过嘛。怎么样？考上大学了，很爽啊？还好啦。哎，老师那你来，还在我们的高中教书嘛？早都没在教了。为什么？唉，校长那个 C 老高，机车又龟毛，专管一些狗皮倒灶。我对他很感冒，他也觉得我糟糕，我干脆辞职一了百了，每天泡网咖，快乐又逍遥。老师啊，我看光是在网络上卖宝物就可以赚他的钱了吧？哎，那不算什么。我想要找个 case， 超酷超难，然后最好别人都不会，只有我行，好好的海捞一票，那才叫做本事，是不是啊？干嘛？你有什么门路是吧？有。喂，屁事！超高难度，而且啊，重金悬赏哦。什么？报案奖金啊？不是啦，大家都害怕，没人敢做的。啊，作奸犯科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做坏事。那是什么？是一个有钱的老爸，他要出钱嫁女儿嘎妹。嘎妹？嘎妹唔嘛咁难嘅。哦，老师，这就有所不知啦。有一个潮气太浪费，必须潮快莫要求，是个喜傲唔上家，太家己就记住上下，记唔起又挑唆，骗君子也唔敢求哦。他一定是长很丑，长很丑你还叫我去？不会啦，他不会丑，严格说起来还挺漂亮的哦。哦，那就是有什么隐疾，对不对？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？生理跟心理都很健康的，可能还太健康的嘞。那为什么没人要？老师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啊，他脾气超坏，没人爱，发飙起来疯狂又宇宙。啊，他老爸觉得脸上凶，悬赏勇士想浪用。哈，老师，他要找的是个勇士哦。勇士？我不就是个勇士吗？当兵的时候我是魔鬼班长，教书的时候我手段高强，再坏的士兵我也能训练起来，再牛的学生遇到我也会变乖。比比体力，比能耐，看着好就坏，比高官要是坏，我样样都来。男人的时
没失败。钢铁的意志，我比谁都厉害。我若是在马戏团那个驯兽师，恐怕连狮子、老虎也会对我磕头下拜。当兵的时候，我是魔鬼班长。教书的时候，我手段高强，四肢发达，头脑也不呆不赖不忘，我自由自在。从小我就喜欢各种比赛，金奖章、银奖章我挂满一台。男人的世界里，我从没失败。钢铁的意志，我比谁都厉害。这一次相亲大会也不会例外。难道那一个欧妈我会攻不下来？要大家都知道，我从不会失败，不管它有多凶悍可怕，我也要叫它变小，乖乖来说我才来。老师，我们就赶快去参加相亲大赛。走。新提法，同阿草求劳動之全得快，愛每日艱苦難捱，所有人才以困來求親色派。無人敢托，無人敢來愛，只可盼伊重上前擂台。從今獻送，也無物解好奇怪。
自相老，历经家家家本意，做不了。哎呦，神醫，老公哥呀，我唔中意阿姊，乜佢咪尋日乜嘅胸前睇飛人啊？以來俾啲多啲拳啊，仲要係伴住啤啤地的，你毒要死㗎！你看人起下來咧，掉啱嘢啦！哎呦，乜嘅跳鬧嘢，佢夢兒來參加，佢講哪邊先到，佢喐下曬啦。跟你行得好啊，就冇人咁嚟做咩嘢咧？講乜呀？哎呦，唔會啦，唔會啦，聽唔會來啦。誒，做咩咩？邊個計到來啊？記啦，出見天啦。我死！來超好，來超好。我今日按照男士言，今年60啦，想愛情過天意存，年多個醒無落，要給阿姊嫁得好。哈，那太當款嘅唔太嫁，靠人歡啊，靠人歡，人歡也去到，馬上老弟頭一門啊，頭一門。嘿嘿嘿，福春瓜。福春哥，蘭師啊，你來家做乜計啊？有愛嚟參加相親太妃咩？你不點喎？你幾多生日要拖挨妹嘅呀？讓我嚟講，人嘅故事當中啊，一無年齡嘅漢子哦，冇壓力啦，太過好皮，加油一路去當個寶，我要阿姐做不用去找人。我不點。老夫少妻，絕對好，唱一段，我講唱一段。下面應該就係劉福春先生啦。阿爸，這個邊？劉福春先生，阿爸你好。你好，請問你係？我係總有家。太太來參加娘妹嘅相親太平。阿爸，你放心，當家你就會變做我嘅蒼蠅咯。按啥邊看嘢都有天啊！拜謝。哦，當然來係嘛，好來咯，今日下晝來開始了哈。各位相親大家好，今日呢係我嘅好朋友劉福春先生嘅太前劍，劉麗君小姐嘅相親太平，我有來不參加，報名參加你來卡數。哎呦，咩？阿強，喲，你睇隔呢啲嘢咧，落入咗嘛咯？阿爸唔啲啦，呢死個有夢兒來參加，咁啊來丟二小碰二床嘅呀，唔錯啦，呢死二班來參加，死冇卡數。唔死呀，唔得參加喎。冇啊，你年紀很細啊，困了就堅持就好嘛。牙質個冇條，變貴變怪。咩？喲，一難死人啊！咩？係愛看茶，也係唔行茶，落入咗嘛咯？我嚟參加相親太妃。哎呦，有得老牛生卵臭啲喎嚇！讓我嚟講，我嚟福春安好啊，我照顧家母是應該嘅。唉，看到一難死人哦，就是一雞巴啦，黃牛唔當然啊，影響得人啊！你3兩年講嘅時候啊，要看嘛，要買個神父啲嘛，要錢。好啦，大家看呀。一後生嘅難多，我係總有家。有樣子了。謝謝。
哦，你是主考官么？冇错。我一看马该行来。一后生的本人啊，系个幸福的法。身体抗天轻重要，故说体好来靠体能。体能操，简单，来。不管是仰卧起坐、伏地挺身做各种运动，都要先暖身。不管是铁人3项马拉松路跑，田径场上我10项全能。哎呀，看我粗壮的背膀，瞧锐利的眼神，打篮球我跑遍全场，游泳我横渡日月潭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好耶！当兵的时候，我是魔鬼班长，跑500障碍，我全连最强。营长推荐我参加师对抗，战士赢得光荣的勋章。钢盔水壶 S 腰带我全副武装，背上还背着大步枪。1、2、3、4，对球爱情球送赞颂，来走一子以后，管你黑白该交配，买不做得老你死。1、管你配马盖，仰头立口红，开始破壁送战冲，太平身体红。我整个呆蛋，我全副武装，大闹眼角弥漫大道，天地无光。西蒙太監，後面嘅朋友 ，I love you，謝謝，多謝。哎呦，阿爸，讓他愛做的輕易聰明咯。冇，還有，啊對，哪有愛簡單咯？冇，來，一下呢來靠天意學，天意學啊，一路他教咗客家人唱喎，客家人啊，再會曉得唱山歌喎，來，天意學來靠唱山歌，咪來，卡數，我曉得。我言話啊，嚟嘛，咩有冇差？咩難事我站就好。奈好喎，咩，有，咩唱得出嚟，因為你飛得出嚟。冇聽見我啊，一種要到你啊，奈好呀，奈冇啦。奈何？好來，一種要到，電爭啊你，一手瞧一下。出對了。
家伙家宝会带来了，家伙说带出来，来，糖嚟咯，来哦，糖咯好大方嘅咯，好，拍菜ăn拍，嗰啲佢呀同我反，老妹ăn chẳng，嗰啲摸中間，三餐十蚊，嗰啲要拿相思，嗰啲相思，老妹嗰啲忙啊，就糖。来，好睇，哎呦，係聽咯，多謝，鹹魚啊，啊！哎，你話，真無窮嘅真無窮，食飽就個就是毒。台北就嗰啲狗肉質，你看政府有個大路股，一個當地主，一個當你，你個綁來綁去，出隻一本國。哎呦，阿妹哦，老人漸漸在做工，一年每年做乜嘅，一有口人都用一種，向下送達一個單付出，單付出。好啦，哎呦，很強，原來是啦，挨把勞動10萬元的豆腐冇辦得嘞。有點我哋講，來稱呼到家很長。坐得，等一下，不存啊，唔可以讓男士女哦，我娘，做給你們，冇，係要啦，錄起來，來，也係要天神康哈，有天神康非常嘅聰嘢喎，一係就偏得咧苦娘，牙齒真漂亮，真咁我叫臭得意啦。哎呦，阿爸，你唔記得，我又唔中意呢句，唔會唱得啦。謝題哈，做得兩條嘢啦，主考官呢？來，我一下我就講你嘅故事，大家注意睇哦。一頭擺呀，雨傘表面啊，到阿牛股，哎呦，一阿牛股有一年啦，上到山上去，跳槽，哎呦，一擺出嚟。都好啊，一補頭啊，甚至係都好巴行，一無神呢，跳出天機，見咩作為？見補頭，天二機呢，跳出一件娘補頭，第三機跳出一件天補頭出來，來了，重點來了，請問阿牛股到底托哪件補頭？一見半係老票絲，哪個老票絲開會啱嘅？睇阿媽自個愛寫，上隻布條啊！堅強答對啦！堅強啦！三億個這一題，是啊，堅強啦！下面我要上去了，上對一句，主考官，下面我靠啦！我真沒有得獎勵品啊！沒有。寒窗落驸馬阿爸，你咪聽我說過呀？那是答應了潘陽兄請太妃啊！吳承義就是他嗎？是啊，老師，他更兇哦！太好了，我要的就是他。喂吧，早已生得差。李雲，你都無聊的男人，也乜個時代，還潘陽嘅乜個兄請太妃啊？無上5年喺半日都攀呢東西啊！唔係，我就是好人。原來也為就係追求一個好媳婦，李軍。麗君也是你叫的嗎？請你有禮貌一點，叫我劉麗君。小姐。禮貌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帶。你既然叫做麗君，你就應該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叫你麗君，麗君，麗君。閉嘴！麗啊，君，對，
君，是吗？一听就是一个很有礼貌、又美丽又有智慧的侍卫啊，一个很犟的侍卫啊。Yes， 我到处在听大家，到处在宣传你的优点，美丽、聪明、有个性。我特地为此来这里追求你的，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吧，君。哪有人一开口就跟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求婚的？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我没有毛病，我是一棵稳健的油桐树，枝叶繁茂，开出满满的油桐花。到我的树荫下，我让你乘凉啊！凉什么凉了？你要写作我也不先看看。现在是秋天呢，来看哦，老二啊，这梳头哦，倒下来做灯呢。灯呢？有什么问题？来，坐在我身上吧。正直本领一辈子让人欺负，人是让人气的，你就是个女人。你想起我简直是在做梦。你放心，我会温柔对待你。我言我语最无聊，就像一只酒馆鸟。我是凶恶的老鹰，专门虏获你的心。你为什么粗鲁邋遢，让人看了就想打？我外形粗犷，身体衣服都干净。你讲话没有气质，没礼貌，像流氓。我出口成章，得过很多文学奖。表里不一，劝你快滚回去。我坚强的意志，追求爱情不停息。死皮赖脸呐！真是温柔又漂亮，我一定娶到你这个美小娘。你不要靠近我，不要靠近我，我就不要靠近你，我就是喜欢靠近你。我不喜欢你，更不会爱上你。睁开眼睛，你就会马上爱上我。我俩男子你少在这里有讲话调。真诚的赞美，谢谢你。全是自作多情，我全身上下鸡皮疙瘩。如果你会冷，让我抱着你取暖。痴心妄想，真是蛮横霸道。答应我，礼拜天就跟我去拜堂。不管怎样，你是我今生的新娘。不管怎样，我是你今生的新郎。钟先生，你老係乜嘢？會恭喜我有所應咯！呢卷已經答應加半捱咧，捱兩殺一見鐘情，冇哎呀你！你下禮拜二嚟結婚？來看下，1禮拜以後出山啦！唔係，為到家嘅面子，捱兩殺講好咧，在大家嘅面前可以講犯法。故說佢真正嘅意思就係禮拜二拍戲子咯！來呀！誰話你啊？幸福嘅婚姻嚟到手咧，就很容易。
对付。坚强，是茶啦。哎，林爷，什么我？啊，林爷，白菜嘞，要天到中秋嘞。哎，我想講啦，我上次捱就做得，又舊本捱就做得嚟啦。安子說，好的有一天數哦，我啊，真經係電腦白痴。唔做乜愛客氣咯。林爺，如果講到一天咯，一天咯吼，喺人生活當中一定要用到嘅東西，古送啊，唔做好好落定嘅，好唔好？嚟咗。天哦，天哦，某天啊，你就 no no no， 只有音乐才能 touch 到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嘛。我还会很多种乐器哎，这个吉他小 case 而已啦。我说这位小弟弟，麻烦还给林爷阿姐我们嘛，还得料上给上天漏嘞，该我一头啊。真係乜你都知咧！仲有幾驚條飛馬上真心對太愛，從係春天嘅花季，從愛劈腿，愛心獨守嘅權利，愛人們傷心就太一樣嘅旋律。学吉他比较好吧？冇啦，上天落開人啦。阿爸，哎呦，我想問嗬，都兩個毛雞啊？啊，我哋兩晒。哎，奶牛猜呀，學吉他啦。哦，對。安徽哦，哦，看唔出俺有音樂天分啊。林燕啊，聽日姐姐係你買到結婚嘅用品啊？結婚？阿姐，我結婚了呀？叫佢啊，叫佢啊！做嘅，你叫阿姨啊，天出就會注意嘛。走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唔是啦，慢嚴啲哦，你總會想嚴等下路我聽聽。沒朋友？哎呦，你有啥專業啊？哦，那就先告辭了。你權知啊？像你相信愛對你嘅係獨有誠意嘅啊！哎，你權知，人乜 Q 樣哦？再見。哎，林燕，先注意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這樣呢？拜拜。拜託佢位啦，佢一隻吼，做安尼專門變鬼變怪呢，啊一隻吼要跳出都像殺條樣嘅。阿姐，你會結婚了？老媽啥？哎呦，既然啊，俺都重要家啦，美農人啊，哎，唔曾以高中時期嘅欣賞哦。啊，真勁咯！行啊行啊，
嘛还真样假呀？哦，真有人爱，还是冇人爱哦？冇垃圾，俺配的意思啦，俺。这个是啊，冇生意啊，没事哈。哈喽，这批点洗把你拍肯定来呢啊，不存啊，时辰要注意哟。冇问题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我告诉他们啊！哎呦，要卖你的生意的，那是臭标的。哎呀，好乖哇！喊那边了，喊那边，来四位了，哎呀，太容易了，哎呀，这场下，抽，哎呦，阿宝来了，哎呀，抽，这台啊，来，我抽得抢人客，因為我老夫存不清數啊。
玩。哎呀，来，老嘢啦，哎呀，来。哎呀，来，行，哎呀，师傅啊，来，什么？好，来，呀，不要来，好，来，好，不要呀哈，来，哎呦，呀，你得罪鬼女生哈，看后来哈，呀，你整他们师傅生，整他们师傅生哈，好嘢啦，好看嘛？哎，很闹热。哎呀，是吧？好啦！來，既然按鬧嘢好，來，挨媽嚟講司機來掉鬧嘢啦嚇！來，新娘新郎收斂嘢咯嚇！夫妻一對也都好飲嘢咯，早上歸子就命上好，福春啊，財定亮喎，半夜咯！你講司機啊？咩講司機哦？講司機唔係出專家。呀，副長，睇睇啦。哦，他閒人見到，祝福新郎變新娘，今日楊氏來結婚，個人就只唱人咯。日唱師傅啦，師傅不存在風暴有準備嘛，要先用共用萬來咯。唔使呀，一眾先生咧。喂，做乜看到而家黃餐？啱一下輸二一唔改啊！只有得牙不多啊，到底要神醫冇神醫啊？鐘老師啊，你仲係唔知我排你出牌？唔過啊，改嚟嘅時期遲早會來嘅啦。唔使啊，我走兩萬呵，少少啦呵。排泄，先用講肯定來哈，來咧，鐘老師來咧，終身來啦，先用講來咧。熱鬧，係啊，神醫一眾先生咧，鐘老師幾耐啦？日講啊，我幾啊？又到，夫妻莫話滿面喜福，皮看也不住乃滾滾的，全身鬆啦啦喳喳，氣源充溢，給你唱，眼睛上一給你拍。我算你5000塊已經很便宜了，好不好？三有玻璃頭，見見你腦袋飛飛動動，望見我心龍按拉長，摸上黑老狐狸頭，走高大啦，新台幣了，天幣我不推啦，忙死給我心龍按拉長，按用給那色彩黑款，按用給吸引龍一看多麼，按用給吸引龍一看多麼。那看你要 ATM 轉賬還是要面交啊？轉賬啊！好，沒問題。滿面喜福，你看要不出那個風，全身鬆啦啦啦喳喳，氣源充盈，天上天上噼里啪啦。這地上這是什麼？喂，你的訊號不太穩定，我聽不到你講話。有了，現在有了，怎麼樣？在哪邊？拜拜。差不多係日啲看嘛，明白嘅。鐘老師啊，你
卖保护应该赚了很多钱吧？不算什么啦，结婚嘛，多赚点钱应该。哎，那你身上有噶？哎，苍蝇了。哦，你妈帮帮忙，哎呦，你这样不打不起，让宽待咯。苍蝇咯，你居然喺加本爱嘅应用，喺加本爱嘅神父同外表。哎呦，拜托，你按满章了，哎，你点到了，唔记得咧。好啦，现在。苍蝇咯，因为相信爱我，爱一定有爱嘅原因，以後你就會知道。啊，也下輕重有係結婚啊，吃包子。愛嘅呢邊咧，日仲帶出來。哦，哎呦，我這個請哎呦，新疆來了。哎呦，台上結婚景致，景致你嘅愛嘅信用，我做我是等眼看目標，目睇你嘅社會，讓我把卡票跪拜，感謝第次世到台嘅高勇，愛應深情已經在婚姻嘅起有改發音中。愛應前素今生，暖流直通彼此嘅心夢。着急换上你的新娘装，带上安全帽，你不用紧张。车后面绑上你的皮箱，我要带你继续回故乡。我抱你上车，把金饰丢在两旁，让全世界看见你是我的新娘。就是这样。我说这样就是这样，因为爱给新郎，今生你给爱给新娘。一听在天父以前鬼都迷了，才刚不是送嘞，来这。哎呦，亚勇是新用到新用功，留下来失败，咩不错啊，一千万嘅天堂，千萬嘅天堂，記得死咯。現時人嘅種種離教束縛，基本唔得了啦，只有相愛嘅心靈，愛嘅小娟娟，
来者。阿姊，志聪，你哋我一定快樂呀！嘿啊，真的是我們的劉華來哈。以後，我歡喜。走的啦。我歡喜你同埋爽了。講好相處第一集就是彼此體諒。我嘅小平均。做唔得，顏料實係愛關路呢。來者，有個暗路夫啊！以後你就會知道我有點溫柔。來者，快衝來猛士開工，又係難怪你冇難怪你。快點，我老嘢做，我唔會搞不了紅顏款啊！中老師啊，仲係將埋年出牌，啊唔過啊，清明仲未證明假嘅厲害。咩老闆？